呢一集會講解2019年 DSE Geography MC 第3題。題目問順住呢個 transect 嘅地區1、2、3係用咗啲咩 land use？ 首先揾張紙仔抄低呢個 transect， 然後揾隔網坐標 Grid Reference 153836同埋155845。要揾 Grid Reference 隔網坐標153836，我哋要喺隔網方格 Grid Square 1583依格度揾佢出嚟。東行北行分10格，我哋要東行線嘅3同埋北行線嘅6，兩條線嘅重疊位置就係我哋要揾嘅153836。而 Grid Reference 隔網坐標155845可以喺 Grid Square 隔網方格1584依一格度揾佢。東行北行分10格，我哋要東行線嘅5，要北行線嘅5，喺兩條線嘅重疊位置就係我哋要揾嘅155845。第一個地方係安定大廈，雖然分唔到佢係工業定係住宅用地，但好肯定佢唔係康樂用地。第二個地方係土瓜灣遊樂場，佢係康樂用地 recreational land use。第三個地方係叫做牛棚藝術村，佢係一個museum博物館，因為我見到呢個museum標誌。博物館係社團用地 institutional land use。呢題嘅答案係 dog。想知多啲 map reading 技巧，就嚟睇地圖閱讀系列啦。